韩团 TWICE 成员周子瑜是道地台南人，这次回台湾过农历年，就到妈妈开的咖啡厅，还亲切和粉丝合照，成了餐厅最吸睛的招牌。现在咖啡厅排列出周子瑜最爱吃的餐点，让粉丝也能品尝偶像最爱的餐点。墙上都是南韩女团 TWICE 的团体照，因为这里就是 TWICE 成员周子瑜的妈妈所经营的咖啡厅。过年期间人潮满满，许多人都是专程来追星。民众特别来朝圣周子瑜的店。民众因为很喜欢 TWICE， 歌迷们抱着一丝期待，希望来吃饭能够巧遇偶像，但这样的机会恐怕是少之又少。为了让粉丝也能吃到周子瑜最喜欢的美食，咖啡厅干脆直接把周子瑜每次必吃餐点列出来，让大家能跟着偶像吃美食。民众，它上面撒炼乳，很甜，就跟子瑜一样甜。民众听说周子瑜喜欢吃这个，特别一定要吃这个，整道菜都不吃就吃这个，像是炼乳小馒头和有虾有肉的海陆双拼意大利面，瞬间都变成点餐大。店家今年是有回来，可是他在忙，都是去亲戚那边，没有过来咖啡厅。虽然是由周子瑜妈妈经营，但碍于南韩的经纪公司规定，周子瑜妈妈鲜少露面替自家咖啡厅宣传。不过借由女儿的高人气，这里早已经成为了粉丝都知道的朝圣的